好，歡迎大家。我哋今日係嚟到最尾呢個主題啦。今日嘅主題就係新約聖經四部福音嘅簡介。今日嘅內容係咩呢？新約聖經嘅內容啦，跟住就係四本福音嘅作者嘅生平。咁其中三本咧係叫對觀福音，我哋會講解下裏邊嘅不同嘅描述，同埋每一本福音嘅特徵。第四本咧就係若望福音，係比較注重神學思想多啲。今日我哋分享呢個主題嘅目的咧，就係希望教友咧更加認識福音啦，同埋培養我哋每日對呢個閱讀福音聖經嘅習慣，令到咧天主嘅聖言咧成日時常喺我哋嘅心中。今日嘅資料來源係中文嘅思高聖經啦，同埋神學家聖奧斯定同埋聖 Thomas Aquinas 嘅釋經。好啦，何謂新約聖經咧？聖經係有分舊約同新約嘅。舊約就係講嗰啲聖祖啦，同埋先知嘅故事啦，同埋呢個天主創造世界，同埋透過梅瑟帶領嗰啲子民離開埃及啦。新約咧就係講解聖子耶穌咧，佢係應驗咗舊約嘅先知所講嘅話，就降臨喺呢個世界，為咗救贖人類，係捨生咁樣被釘喺十字架上致死。佢復活咗之後咧，就差遣宗徒建立普世教會。由耶穌誕生嘅日子，大概係公元前4年咧，到宗徒若望臨終前最後一部著作咧，大概係為期100年度。新約咧就分咗有27卷書，有以下嘅分類嘅。第一類就係歷史書，其中就係四部福音啦，同埋宗徒大事錄。跟住係有分呢個訓誨書同埋公函，包括咗保祿嘅書信啦。咁最出名就係羅馬書、格林多前後書、希伯來書同埋阿弗所書等等。至於公函咧，就係其他嘅宗徒所寫嘅，就包括雅各伯書、伯多祿前後書、若望1、2、3書同埋猶達書。最後一本咧就叫先知書，就係若望嘅默示錄。其中福音咧就係4位耶穌嘅門徒透過聖神嘅默感去寫，即係話佢係聖神引導佢哋咧去寫嗰個福音啦。其中2位咧就係12宗徒其中2個，另外2個咧就係宗徒嘅門生，即係佢嘅學生。福音嘅意思就係代表天國嘅喜訊，係透過聖子耶穌基督將天主嘅話語咧直接啟示俾人。佢滿全咗舊約聖經嘅法律，親自以十字架傾流嘅寶血咧，就以天主嘅身份同人建立咗新嘅盟約，令到信奉佢同埋跟隨佢嘅人咧，能夠借住佢嘅救贖獲得永恆嘅生命。耶穌嘅一切話咧係所有都係真理啦，同埋係永恆嘅，並且帶有權威性，因為佢許諾嘅救恩咧係要賜俾所有接受佢嘅人，而呢個承諾咧係屬於天主嘅承諾嚟嘅，所以係一定會發生。天主就揀咗4位門徒，將佢哋經歷或者睇到嘅重要事情咧，一一咁寫低，並且咧往後佢哋係以生命咧為主作見證。咁其中有幾位係成為咗殉道者。
福音嘅著作係及後流傳喺普世啦，令到末後嘅世人咧都能夠領受佢所傳授嘅喜訊。咁以我哋所知咧，歷史中啊最多人睇嘅書咧就係聖經啦。福音嘅寫作對象係邊個咧？四部福音頭嗰三部咧就叫做對觀福音，意思咧就係話佢哋個主旨同埋內容大致相同，但係咧就用咗唔同嘅文字同埋有唔同嘅對象。頭一本福音咧就係馬竇寫嘅，原文係用呢個亞次美文，即係當時耶穌同宗徒講嘅語言，包括咗耶穌講嘅天主經咧都係亞次美文。對象咧就係當時以色列地區嘅猶太人。喺大概20年之後咧就有呢個希臘文嘅版本。第二本咧係馬爾谷，就係大概公元55至60年寫。原文咧係用希臘文，佢對象咧就係當時受佢個師傅聖伯多祿講道嘅得信嘅羅馬人。第三本就係路加福音啦，大概喺公元61至62年寫。原文都係用希臘文，對象咧就係外邦人，包括希臘人，同路加本身嘅背景係一樣。至於若望福音咧，就最後一本，大概喺公元100年，佢就當時咧係住咗喺厄弗所，佢都係用希臘文所寫嘅。經文咧就強調咗耶穌係真正嘅默西亞天主子，因為咧佢係從死者中復活咗，目的咧就係針對嗰啲當時唔相信耶穌係天主子嘅異端邪說。及後喺呢個4世紀嘅中末咧，有位聖人叫聖 Jerome 咧，佢就將希伯來文嘅舊約同埋新約聖經翻譯咗成拉丁文，令到聖經咧可以喺歐洲所有西方嘅國家咧係好迅速嘅咁樣傳播，並且咧就翻譯咗唔同嘅語言，因為當時歐洲咧所有嘅語言咧都係佢個 base 咧都係拉丁文嚟嘅。至於福音作者個生平係咩咧？如果根據聖經記載，聖馬竇啦 Matthew 佢原名咧叫肋未 Levi， 佢係阿爾菲嘅兒子，佢曾經喺葛法翁咧係做過稅吏，係為羅馬政府收稅嘅，所以佢係受到同鄉嘅猶太人鄙視。當時耶穌見到佢就同佢講，召佢係為佢嘅宗徒。而肋未咧，佢係隨即咁放棄咗自己做稅吏嘅工作啦，就跟隨咗耶穌。教會紀念佢嘅瞻禮嘅日子係9月21日。至於聖馬爾谷，佢亦都係叫做 John Mark 若望嘅，佢係另一位聖人巴爾納伯嘅表弟，喺耶路撒冷出世。佢係出生於富有嘅家庭，受過良好嘅教育，同埋係精通希臘文嘅。佢曾經跟隨佢嘅表哥巴爾納伯同埋宗徒聖保祿咧，係出外傳道。之後咧，某啲原因佢就放棄咗行程，跟住咧佢就跟隨咗聖伯多祿，成為咗佢嘅門生，同埋做佢嘅翻譯員嘅。咁當時伯多祿咧係視佢為佢嘅親生仔咁樣看待。及後馬爾谷咧係被委任為埃及嘅亞歷山大里亞城做第一任嘅主教，而教會紀念佢嘅瞻禮咧係4月25號。聖路加咧佢本身係希臘人啦，佢喺敍利亞嘅安提約基亞，即係當時嘅傳教總部嘅地方啦，就係出世嘅。
受過高深嘅教育，佢亦都係曾經做過醫生。就因為宗徒保祿咧嘅講道咧，就信奉咗耶穌基督。佢隨後咧就跟隨咗保祿出外傳教好多年。之後咧，保祿係被囚禁喺凱撒勒亞同埋羅馬兩個地方。當時路加咧係有一路陪住佢，直到保祿係被行刑為止。佢嘅瞻禮咧係10月18號。至於第四位嘅作者咧，叫若望啦，佢就係耶穌嘅其中一位宗徒。佢本身係喺加里肋亞長大，係一個叫做貝特賽達村嘅地方。佢自幼咧就係跟屋企咧係以呢個漁業為生。咁當時嘅環境係幾好嘅。佢同佢個哥哥聖雅各伯咧個父親就叫做載伯德 Zebedee， 母親咧叫做撒羅默。佢同佢哥哥當時咧係跟咗呢個約翰洗者做門徒領咗洗嘅。及後耶穌出嚟宣講福音嗰陣時咧，就召叫咗佢哋兩個成為佢嘅宗徒，跟隨佢咧喺以色列一帶傳道。佢哋兩位兄弟係性格暴躁啦，所以有個稱號啊，叫雷霆之子。聽講咧，即係據呢個傳統所講，每當耶穌佢係獨自上山祈禱嗰陣時咧，呢兩兄弟因為關心佢嘅安危，所以咧就時時咁樣暗地裏咧係跟住佢去保護佢。若望係耶穌最鍾愛嘅門徒之一。聖經咧就記述咗佢同佢哥哥同埋伯多祿三個人咧，經常係被耶穌揀選咗咧去特定嘅地方祈禱啦，或者醫病嘅。咁佢包括咧就去咗呢個大博爾山啦，同埋橄欖山。及後耶穌喺臨終嗰陣時咧，佢喺十字架就委託咗佢嘅母親瑪利亞俾若望照顧。咁若望咧喺大概公元嘅90至100年咧就寫咗佢個福音。之後佢喺呢個羅馬嘅多米斯王在位嗰陣時咧，就受到羅馬人嘅迫害啦，就要佢喺羅馬咧就受呢個油鍋煎熬嘅酷刑嘅。但係當時天主咧就保存咗佢嘅生命，令到佢絲毫無損。之後咧佢就被流放到去一個叫帕特摩島嘅地方，佢就見到耶穌嘅顯現，就受命咧就寫咗聖經嘅最後一卷書，叫做默示錄。佢喺公元96至98年度啦，就被獲得赦免啦，就翻去呢個厄弗所，就係土耳其嘅一個地方。咁佢係晚年公元104年咧就去世，當時咧佢大概100歲度。教會咧就喺每年嘅12月27號咧就慶祝佢嘅瞻禮。呢位4位作者咧被稱為聖史，意思咧就係神聖嘅歷史學家。佢哋身負咗重任，將聖經裏最重要嘅歷史咧就記錄咗落嚟，亦都係承住耶穌嘅命令咧，係將呢個福音咧傳向呢個普世。最初翻製複製聖經嘅人咧係啲修道人啦，佢係用手咧係抄寫，令到咧係即係希望可以多啲人睇到咯。至於其他坊間有流傳咗所謂福音嘅著作啦，例如有一本叫做《聖多默書》，但係教會就當時咧就斷定咗呢本書咧就唔係耶穌嘅宗徒親自寫嘅，可能係有其他人用佢嘅名義所寫，所以咧就冇納入喺聖經嘅典故裏邊。
因為福音嘅重要性咧，每一次我哋去教堂望彌撒嗰陣時咧，福音嗰個講道咧，一定要係由神父或者執事去誦讀嘅，因為福音裏邊咧係藏咗神聖嘅天主話語。正如喺舊約裏邊咧，天主嘅法律同埋經文咧係需要有特定嘅人，例如勒比或者係啲經師去宣讀。我哋留意到，每當讀完福音之後咧，神父會親吻嗰個聖經啦，同埋咧會祈求所有嘅信眾咧透過聆聽天主嘅聖言咧係獲得罪嘅赦免。所以福音係十分之有力量。至於喺《若望默示錄》裏邊咧，有形容有4隻活物嘅，究竟呢4隻活物係代表咩咧？當中咧係有獅子、人、牛犢同埋鷹，就好似個圖咁啦。根據默示錄嘅記載啦，每當天上咧有啲重要嘅事要宣佈咧，佢呢4隻活物咧就會遵從天主嘅命令，喺天上咧就發出雷霆咁樣嘅響聲，好似係對世界發出一個好重要嘅訊息或者警告。之後咧，佢哋會跟隨天上嘅其他聖者啦，包括天使同埋喺天主寶座側邊嘅24位長老啦，就會喺天主嘅寶座面前叩拜。有聖經學者認為咧，佢哋呢4隻活物係代表4部福音，或者係福音嘅4位作者，好生動咁樣啦，去描繪每本書唔同嘅特性。獅子咧係代表馬竇福音或者係馬竇本人啦，佢就係形容緊耶穌作為猶大支派達味君王遺傳落嚟嘅尊威同埋權貴，即係王者嘅一個地位啦。人咧係代表馬爾谷福音，就係描述咗基督嘅人性同埋佢有屬天嘅智慧，因為人係所有動物當中係最有智慧。牛犢咧係代表路加福音，係形容耶穌個司祭職，因為路加福音開頭咧係有講做獻祭嘅事件啦，就係佢代表咗天國子民咧，係將佢自己咧獻上成為贖罪祭。至於鷹咧就係代表若望，鷹本身作為一個好有敏鋭嘅目光啦，同埋因為佢係時常喺天空度飛翔啦，即係代表係個地位高高在上。呢個代表咗咧耶穌作為天主同埋人類嘅中保。咁至於3部對觀福音有咩特別嘅特色咧？佢哋3部嘅風格同埋主旨大概係有啲唔同嘅，但係記載嘅事件咧係大致相同，有啲長啲，有啲短啲啦。其中馬竇福音係因為寫俾以色列境內嘅猶太人，所以咧佢時常咁樣強調咗耶穌就係天主預許要派嚟嘅默西亞，而佢係喺山中聖訓嘅講道，包括天主嘅法律係最為詳盡，因為耶穌咧係擁有咗天主嘅權柄。路加福音咧，佢係篇幅係最長啦，字數最多。佢就因為咧係記述咗耶穌出世同埋佢少時嘅事蹟。另外咧係收錄咗最多嘅比喻嘅，有24個。之前有分享過幾個啦。當中耶穌嘅訓導咧係成為咗日後基督徒重要嘅學習題材嘅。咁要我哋睇翻咧係耶穌親自佢將每一個比喻好詳細咁話俾佢嘅門徒聽啦，門徒記錄咗，咁成為咗我哋好好嘅一個學習嘅機會。馬爾谷福音相對咧係個長度係比較少啦，比較短啦，係有16章。
因為佢嘅內容咧主要係環繞咗耶穌嘅行徑同埋佢行過嘅事蹟，就冇記錄到佢出生嘅事件同埋門徒嘅詳細嘅訓話。呢幾本福音咧，佢除咗有講關於耶穌用5餅2魚餵飽咗數千人嘅神蹟之外咧，4部福音都有提及佢嘅聖死同埋復活，同埋末日再嚟臨嘅審判嘅。點解咧？因為係呢幾個嘅事件咧，係作為福音最重要嘅訊息，所以4本都有記錄到。咁至於耶穌當時佢嘅行徑係點咧？同埋到訪過咩地方咧？咁你睇翻左手邊個地圖啦，就係以色列嘅國境啦。當時係因為佢個國家分裂咗啦，北邊咧叫以色列，南邊咧就叫猶大嘅地區。如果你睇翻圖嘅大概喺下方咧，有個地方叫伯冷郡啦，就係耶穌當時出世嘅地方。之後咧，佢就跟咗約瑟同埋瑪利亞啦，就逃難咧，就去咗埃及，即係喺個圖嘅南邊噶啦，即係好遠嘅非洲嘅地方咯。到大黑落德王死咗之後咧，佢哋就翻咗去佢哋嘅家鄉，就喺納匝肋嘅，即係大概喺北邊你睇到個圖嘅上面嘅地方。到咗耶穌30歲嗰時咧，佢就出咗嚟講道。首先咧，佢就去咗約旦河受洗。咁你睇到約旦河就係嗰個圖中間打直嗰條河啦。咁佢係去咗呢個加里肋亞，即係以色列嘅北邊，召喚咗12個宗徒，包括之前講若望同雅各伯，因為佢哋喺嗰個地方，就以葛法翁係為基地嘅，都係屬於加里肋亞一帶啦。就係保祿宗徒嘅，唔係伯多祿宗徒嘅屋企。之後咧，佢同耶穌同宗徒咧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傳福音啦，同埋有喺各地咧就行咗神蹟，醫好咗啲病人，包括咗咧就係撒瑪利亞嘅。咁當時係所有地區嘅人咧都聽過或者見過佢噶啦。直到佢臨死之前咧，佢就經過咗南邊嘅伯達尼啦，就去咗耶路撒冷聖城。之後咧，佢就喺耶路撒冷聖城受到迫害啦，就被釘死。咁佢就喺嗰度復活啦，同埋升天。咁呢啲係所有聖經嘅章節裏邊都有記載。至於馬竇福音，佢有啲咩特色咧？佢開頭咧第一章就有提及到耶穌嘅族譜嘅，係由聖祖亞巴郎開始，就經過猶太人嘅君王達味咧，就直至到約瑟。咁約瑟嘅妻子就係聖母瑪利亞啦，佢就透過聖神降孕咧，就生咗耶穌。呢度特意咧就展示咗耶穌係達味之子，擁有猶大支派君王嘅品位嘅，同埋咧佢係被天主祝福嘅以色列子民嘅後裔啦，因為佢係亞巴郎嘅後裔。呢個咧就係應驗咗天主俾達味預許有關默西亞嘅盟約，就係默西亞係會成為達味嘅繼承人。至於馬竇福音咧，有提到耶穌喺加里肋亞嘅山中聖訓啦。之前就Catherine 有分享過，就詳盡咁樣講述咗點樣要遵守天主誡命啦。就唔單止係以外表嘅行為去避免過失啦、犯錯啦，而且咧係要從心底裏邊咧係避開一切魔鬼嘅誘惑啦，同埋犯罪嘅傾向，顯出咗咧靈魂係比肉身係更加重要。
另外喺山中聖訓裏邊咧有提及真福八端啦，咁係我哋教會裏邊即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講道。根據神學家聖奧斯定嘅解釋咧，佢就描述咗一個信徒點樣係用謙卑同埋純潔嘅心，加強對天主嘅信德同埋耶穌基督對耶穌基督應有嘅好似耶穌基督咁樣嘅德行，令到我哋咧係邁向成聖嘅道路。至於路加福音咧，佢有提到叫四福四禍啦，就同馬竇福音係有啲唔同。四福四禍就係講富有嘅人咧，相對比貧窮嘅人咧係難到達天國。好啦，至於馬竇福音，馬爾谷係經過聖伯多祿嘅口述咧，就將耶穌同埋門徒嘅經歷寫低，就包括咗佢行過嘅事蹟，醫好咗唔同嘅人啦，同埋附魔嘅人，證明咗咧耶穌係擁有天主性啦，就可以做啲超乎自然嘅行為，亦都證明咗咧佢對人嘅慈悲同埋憐憫，同埋克服邪魔嘅能力。耶穌嘅行徑咧係反映咗天主聖父嘅佢所有嘅意願嘅。另外馬爾谷咧係描繪耶穌人性嘅一面，包括咗佢作為人嘅情感啦，即係佢會有喜怒哀樂，同埋身心疲乏同埋飢餓時嘅軟弱嘅。好多時講到佢係會齋戒啦，就上山祈禱。佢時時上山祈禱咧，目的就係為咗祈求天父賜力量俾佢，同埋咧就獻上俾天父咧所有交託俾佢嘅羊群，希望咧佢哋能夠得到天主嘅寵佑同祝福。作者咧時常用人子 Son of Man 去形容耶穌，即係話代表咗佢係亞當嘅後裔，同埋係要承受人類因為犯罪所帶嚟嘅惡果，而要經歷咗人世間嘅苦難，最後咧佢要喺十字架度受死咧，為人贖罪，作為一個受苦嘅天主僕人。呢個係應驗咗依撒意亞先知書所講嘅話，就係佢係身為一個僕人咧，係要為人類受苦。另外喺馬爾谷福音裏邊，耶穌經常警惕宗徒同埋俾佢醫好嘅人，話絕不可以咧透露佢作為默西亞嘅身份，直到咧佢係死同埋復活之後咧，先可以講俾人聽。目的就係想人哋以信德去明白天主派遣佢嚟咧，係為咗救贖普世人類而受難致死，而唔係純粹係因為佢有神能咧，係為嗰啲以色列子民復國嘅。因為當時見到佢行神蹟嘅人咧，都認為佢身為默西亞嘅身份咧，係好似當時達味王咁樣征服其他國家。但係耶穌佢嚟嘅原因就唔係因為咁，而係佢要令到普世嘅人咧可以升天堂。至於路加福音咧，開頭佢就係講耶穌出生嘅事件啦，包括佢喺白欖郡出世，同埋被獻於聖殿等等嘅事蹟，當中咧係記錄得非常之詳細。因為咧曾經有人講咧，就係聖母直接同路加講關於耶穌童年嘅事蹟。至於傳統所講咧，路加除咗一位好叻嘅醫生之外咧，佢亦都係一個畫家嚟。據說咧，佢係當時親自咁樣去畫呢個聖母嘅肖像啦，就抱住嬰孩耶穌。咁佢係未見過耶穌嬰孩嘅模樣啦，咁佢就按照佢所知道耶穌嘅模樣啦，就畫翻佢嬰孩個樣。
所以睇落咧係比較成熟啲。路加嘅教義同埋寫作對象咧係受咗佢嘅師傅宗徒保祿嘅影響。佢亦都係宗徒大事錄嘅作者，好仔細咁樣描繪咗保祿3次出外傳教嘅事蹟。我哋而家每日去聖堂都有聽有關於保祿傳教嘅事啊。喺路加福音嘅第3章咧就有提及耶穌嘅族譜，由佢開始到上翻去咧，佢嘅祖先就係元祖嘅亞當啦。根據聖奧斯定講咧，係透過耶穌喺亞當之後4-5千年嘅救贖咧，佢嘅祖先咧亦都係獲得救恩。頭先有提到啦，路加福音係輯錄咗最多嘅耶穌嘅比喻咯。以下咧係路加福音獨有嘅故事。第一就係講善心嘅撒瑪利亞人啦，佢救咗一個佢唔識嘅人，係俾強盜整傷咗嘅。跟住係講論富翁同埋可憐嘅拉匝祿啦。拉匝祿當時係一個乞兒啦，就冇人去憐憫佢啦，富翁亦都冇理佢嘅。咁佢死後咧，拉匝祿咧就去咗呢個亞巴郎嘅地方啦，而嗰個富翁係落咗地獄。法利賽人同埋稅吏嘅祈禱啦，佢哋係同一時間喺聖殿啦。當時稅吏咧，佢係因為悔疚自己嘅罪過咧，佢係祈禱啦，叫天主係赦免佢嘅罪。咁而天主係聽咗佢嘅祈禱。至於法利賽人咧，因為佢自傲啦，佢以為自己好神聖，成日祈禱齋戒咧，反而咧係天主對佢嘅祈禱咧係覺得不悅。夜間探訪嘅朋友咧，就係講一位人咧，佢係夜晚因為佢屋企冇嘢食啦，佢就敲門就問佢個朋友攞麵包食嘅。咁耶穌就話：如果佢唔係出自關心，而係佢係驚嗰個朋友再嚟煩佢咧，佢都會勉強都會俾麵包佢。咁佢話：何況天主咧？天主咁有愛心，如果我哋懇求佢咧，佢一定係會聽我哋嘅祈禱。至於10章同11章啦，就係講耶穌係作為一個牧羊人咧，佢就會尋找迷失嘅羔羊嘅，可能100隻當中有一隻唔見咗咧，佢就會親自去揾翻嗰隻唔見咗嘅羊啦。另外就係蕩子回頭啦，嗰個兩兄弟嘅細佬，佢就攞咗父親嘅財產，就過住一啲荒淫無道嘅生活，最後咧佢使晒啲錢，就感到咧就好內疚，咁就翻去啦。咁就佢嘅父親咧就好高興咁樣迎接咗佢。至於若望福音啦，佢同之前嗰幾本有少少唔同嘅。喺若望福音裏邊，作者本身咧佢係冇直接提到自己嘅名，淨係話自己咧係耶穌心愛嘅門徒。佢多次咁樣強調咗耶穌嘅天主性。作為天主聖子咧，耶穌係同聖父係同為一體。聖父係透過佢咧，將天上嘅聖言講給俾世界嘅人聽，同埋彰顯咗佢嘅慈愛，令到啲人咧可以得到天國嘅奧秘。若望福音嘅13至16章係好詳細咁樣記載咗耶穌對門徒嘅訓言。如果你哋呢排有睇平日嘅福音咧，係有講呢幾章嘅。13章就係耶穌見到啲門徒喺度晚餐嗰時爭位坐啦，佢就同佢哋講話：你哋要聽我講。而家我要立一條新嘅誡命，就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如同我愛咗你們一樣。
14章佢嘅宗徒多默問耶穌：我哋點樣去天國啊？耶穌就回答話：我是道路、真理同埋生命，除非經過我，你們決不能到父那裡去。第15章耶穌講：我係真嘅葡萄樹，你係枝條。佢意思就話，如果冇咗天主賜予俾我哋嘅生命咧，我哋每一個人係冇機會存活。16章就係話耶穌會派遣護衛者聖神降臨喺嗰啲宗徒當中，令到佢哋嘅信德增強，同埋咧佢哋可以懷住聖神俾佢嘅勇毅之恩咧，係為主作見證。若望福音裏邊有啲咩獨特嘅事件呢？因為若望係寫於較後期啦，佢本身係熟悉咗其他嘅3部福音嘅內容，佢就盡量將一啲未收錄嘅事件咧就寫咗落嚟。當中有啲咩呢？第一就係耶穌同聖母喺呢個迦納啦參加個婚宴啦，係佢哋嘅親戚啦。因為當時冇啲酒唔夠飲啦，聖母就同耶穌講話：你幫一幫佢哋啦。咁耶穌卒之都應承咗，就將水咧變成一個酒。呢個就係佢公開咁樣行第一個神蹟。之後咧有個法利賽人，佢叫尼苛德摩啦，就夜晚咁樣靜靜雞去探訪耶穌，就問佢：你究竟係咪默西亞？如果你係嘅，你點樣令到我哋又得到永生？咁當時耶穌就談論到啦，就係話你要受到聖神咧嘅聖洗咧，使你重生咧，你先可以能夠升天堂。另外喺第4章啦，當時耶穌同啲門徒咧就去咗撒瑪利亞嘅地方。撒瑪利亞係屬於外邦人同埋一啲同猶太人混種嘅人咧就住嘅地方。佢去到一個水井就見到一個撒瑪利亞人嚟攞水嘅。咁當時撒瑪利亞人咧就知道咗耶穌就係天主要派嚟嘅默西亞啦。咁佢就問佢話：你可唔可以俾活水我飲？因為耶穌話：你而家攞到嘅水係暫時為你止渴，但係你最終咧係需要天國嘅活水嘅。咁撒瑪利亞人聽到呢個福音嘅信息咧就好開心咧，就同佢嘅同鄉嘅人咧就分享咗。另外，天主係耶穌係行咗個神蹟啦。佢喺呢個貝特撒達嘅地方見到一個跛咗嘅人咧，就唔能夠落嗰個羊池嗰度係得到天使嘅治癒嘅。咁當時耶穌就直接咁樣去醫好咗佢，令到咧佢係行得返嘅。另外喺第7至第8章啦，就有個犯姦淫嘅婦人就俾人捉咗，嗰啲人咧就準備咧就用石頭去掟死佢嘅，係根據梅瑟法律。但係耶穌就企出嚟，佢就保護嗰個婦人咧，就話：你哋當中邊個冇犯過罪嘅人咧，就可以攞石頭嚟掟佢。咁當時由最大同埋至到最少嘅人咧，都一一咁樣離開咗。耶穌就同個婦人講話：我而家唔審判你嘅罪，但係你以後唔可以再犯罪。另外喺第9章好詳盡，就係我哋喺呢個 scrutiny 嗰個 period 啦，即係4旬期嗰陣時咧就有讀到啦，就係耶穌醫好咗一個天生盲嘅人。咁嗰個人係被醫好之後咧，佢認得出啦，就係耶穌就係天主子。佢當時咧就為咗呢件事咧，就令到好多人去質問佢，包括咧係啲法利賽人啦。咁佢就見證咗，就係話醫好我嘅人，佢卒之見到啦，就係耶穌基督。
另外喺伯達尼咧，耶穌臨去耶路撒冷嗰陣時，佢就救咗拉撒路，因為拉撒路係本身佢係瑪利亞馬大勒納同埋Martha 嘅哥哥嚟嘅，佢就死咗4日。咁當時耶穌經過佢個省嗰陣時，就聽到馬爾大講話拉撒路已經死咗啦，仲要4日嘅。咁但係耶穌就話：我嚟到咧係為咗拯救人類嘅生命。佢就係講咗一聲叫拉撒路出嚟嗰陣時咧，咁拉撒路就復活咗，就行咗一個好大嘅神蹟。當時見到佢嘅人咧都信奉咗耶穌。至於晚餐廳裏邊咧，有講到耶穌係為嗰啲門徒洗腳啦，就教佢哋話：你哋要懷住謙卑嘅心啦，去侍奉其他人，而唔係得到其他人嘅侍奉。咁喺個圖裏邊，我哋睇到啦，當時耶穌係同嗰啲門徒講話：你哋當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嘅。咁令到嗰啲門徒咧好唔高興啦，就逐一咁樣去問耶穌話：啊，你究竟講嘅係咪我啊？係咪我即係出賣咗你啊？咁當時若望咧就描繪咗啦，佢就挨咗喺耶穌嘅心口裏邊。其後咧佢就講咗俾一個聖人叫聖 Margaret 啦，喺幾百年後講啦，就話當時佢挨咗喺耶穌聖心嗰度咧，佢係感受到呢個耶穌聖心裏邊好強烈嘅愛嘅，即係俾佢得知到咧，耶穌聖心當時係對人強烈嗰種愛咧，係驅使到佢係願意咧係為所有世界嘅人去被釘十字架。咁呢個好詳盡嘅結果咧，就記錄咗喺《約翰福音》裏邊。另外，《約翰福音》亦都好詳細記錄咗耶穌復活之後嘅事蹟，包括咧佢哋嗰啲門徒喺晚餐廳嗰度匿埋啦。當時多默咧就唔在場嘅，佢哋第一次就見到耶穌嘅顯現。多默翻到嚟嗰陣時，就聽到佢哋講，但係佢就唔信，佢就話：除非我親眼見到同埋摸到耶穌嘅釘痕，如果唔係我唔信佢復活咗嘅。咁冇幾耐之後咧，耶穌真係出現喺佢面前啦，就係話：哇，你嘅信德咧係比較薄弱嘅。咁佢卒之咧就俾佢睇咗佢手嘅釘痕啦，同埋佢肋旁嘅傷痕嘅。咁多默咧睇到咧，佢終於都信咗啦。之後耶穌基督咧就任命咗伯多祿啦，就作為佢哋宗徒嘅元首，即係第一任教宗。佢曾經咧就3次問伯多祿啦：你愛唔愛我啊？咁伯多祿咧就好勉強咁答啦，就話：我愛你，天主你知道係我愛你嘅。耶穌咧就委託咗佢咧，就牧養佢嘅羊群啦。咁呢個職務咧係流傳到現今，即係話所有嘅被任命嘅教宗咧係秉承咗伯多祿嘅使命咧，係要牧養天主嘅子民。頭先有提到啦，4部福音記載咗耶穌受難同復活嘅事蹟，其中咧就有講論關於耶穌光榮咁樣進入咗聖城耶路撒冷嘅。另外就係佢受咗比拉多總督嘅審訊啦，要受呢個鞭刑嘅對待，之後就喺十字架上受難聖死。
其中頭嗰三部福音有提到啦，喺中午嗰陣時到耶穌三點鐘死嗰陣時咧，係有日全食嘅，因為當時係逾節咧，係月圓，咁就啱啱咧嗰個月亮咧就遮蓋咗太陽，令到當時嘅情景係黑暗啦。另外，若望福音有提到耶穌死後咧，有一個羅馬士兵用咗一支長矛去刺穿咗耶穌嘅心臟。佢見到咧係水同埋血流咗出嚟，而若望福音，若望當時佢係在場咧，佢係親眼確認咧，耶穌係真係死咗。而耶穌嘅血同水咧，就係為咗世人而傾流啦。血就係潔淨咗我哋靈魂嘅罪啦，同埋呢個世界嘅大地啦。另外水咧，就係代表天國嘅泉源啦，佢將佢嘅生命同恩寵咧賜俾呢個世界。馬太福音就記載耶穌啱啱死之後咧，就山崩地裂，有部分嘅死人咧喺墓穴裏邊咧走出嚟。根據神學家講咧，佢哋出嚟咧係指證嗰啲迫害耶穌致死嘅人。當時在場嘅一位羅馬百夫長，佢見到當時嘅情景咧，不禁咁話：這人真是天主子。佢身為一個外邦人咧，佢係睇到憑信德咧係睇到耶穌係真係死咗嘅默西亞。除咗記載佢嘅聖死同復活之外，四部福音亦都有講預言咗耶穌喺末日咧會再嚟到呢個世界。馬太福音有講到喺末日嘅時候，世人係會經歷咗一段苦難嘅日子，之後太陽會變得黑暗，天上嘅星會墜落。到時咧，人子即係耶穌咧，會喺天上光榮咁樣顯現。屆時所有嘅人咧就會被聚集啦，包括當時活在嘅人同埋死去嘅人會得到復活啦。天主就會以一個判官咧，就按照每一個人嘅善行同惡行咧，或者惡行咧，就將好嘅綿羊同埋唔好嘅山羊分開，即係代表嗰啲義人被得救嘅人啦，同埋嗰啲離棄咗天主嘅人。以下嘅一幅圖咧，就係米高安哲羅啦，佢就係畫咗有關於耶穌末日審訊嘅情景。咁而家就係依個畫像咧，就係喺梵蒂岡嘅 Sistine Chapel 裏面睇到，亦都係啱啱佢哋啲紅衣主教選教宗嘅地方嘅位置。另外，馬爾谷就描述咗嘅情況係同馬竇差唔多，就話末日嗰陣時咧，天使係會將所有嘅人召集，包括嗰啲得救嘅人。路加福音咧就有透露一啲關於末世嘅跡象啦，包括喺天上邊同埋自然界有好多異動。佢就話當呢啲事件發生嗰陣時咧，人就需要作出好嘅準備啦，就要悔改同埋祈禱歸向天主。到時咧，我哋就可以抬起頭咁仰望天空，去迎接主嘅光明嘅來臨。正如我哋喺彌撒所讀嘅一篇話啦，就係話：基督，我們紀念你的聖死，慶祝你的光榮復活，我們期待你光榮的來臨。而若望咧就引述咗耶穌咁話，佢話喺天國咧係預留咗地方俾佢嘅子民嘅，即係包括佢嘅門徒咯。喺末日嗰陣時，所有信佢嘅人咧就必定會復活起嚟，同埋佢哋喺天國咧係唔會再經歷死亡同埋痛苦。所以咧，我哋要感謝天主啦，因為我哋已經領受咗耶穌基督嘅福音，
我哋按照咗天父嘅旨意咧，大家都領咗洗啦，就成為咗基督徒。到末日來臨，耶穌基督審判嘅日子咧，我哋就會從死之中復活，係獲得永恆嘅快樂同埋永恆嘅生命。好啦，我哋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啦。